咁我想借今日呢個機會咧，首先同大家再次重申，我喺處理 UGL 調查委員會嘅工作當中咧，係絕對冇任何隱瞞、冇違規，亦都冇違法。一直以嚟咧，我只係希望令到個調查可以完整同埋公正。我係考慮到咧，委員會日後嘅運作，亦都希望咧係盡快平息今次嘅政治紛爭，所以我已經去信委員會嘅主席，係即時辭去調查委員會。對於周議員並唔認為自己私通梁振英係做錯咧，呢個好明顯依然係唔肯認錯嘅問題，呢個係第一點。而對於佢呢個行為本身是否涉及瀆職呢，我相信立法會係需要繼續調查落去，亦都要繼續追究落去，因為呢個係牽涉到立法會尊嚴嘅問題，牽涉到一個議員佢個人操守嘅問題，更加牽涉到行政長官有冇干預立法會獨立運作嘅問題。呢一個先至係茲事體大嘅事情。周浩鼎議員辭去以委員會嘅職務，只不過係令到佢嘅錯誤唔能夠繼續喺委員會裏邊延續落去，但係對於佢嘅行為嚴重影響立法會嘅尊嚴同埋自主，呢個已經發生咗，而我相信民主派係必須要繼續追究落去。